哇！非常黐線，非常震撼三觀。原來科學已經證實咗咧，人類係可以控制時間快慢。嗱，大家有冇覺得咧，人越大，時間過得越快啊？例如啱啱年頭過完年，好快又年中，好快又中秋，好快又聖誕，好快又過一年。點解年年都越嚟越快嘅咧？嗱，就住呢個情況咧，美國嘅維珍尼亞大學咧做咗個科研，呢個科研咧顛覆咗人類嘅認知。嗱，留心啦，嗱，佢揾咗8個20歲嘅後生仔，再揾咗8個咧70歲嘅老人家，佢哋做咗個好簡單嘅實驗，就係叫佢哋揸住個秒錶。嗱，總之你眯埋眼啦，嗱，你認為過咗3分鐘，你就撳停佢啦。嗱，班後生仔咧撳出嚟咧，全部都係2分50幾、3分零幾，好接近嘅。唯獨是嗰班老人家，佢哋一撳嘅時候，佢哋以為3分鐘過咗啦，一撳啦，顯示係4分幾鐘。嗱，有啲研究人員咧就好詫異啦。嗱，點解咁大嘅 deviation 嘅咁大嘅分野嘅咧？原來感官時間係唔同嘅喎。老人家真實時間過咗4分幾鐘，佢以為係3分鐘。咁換句話講，即係真實時間過咗20年啦，佢嘅感覺係15年。咁即係話時間就喺老人家身上咧，就好似越過越快咁。好啦，呢一個實驗有啲乜嘢作用咧？留心聽下，呢個價值如果你聽得明咧，你可以控制時間，係超過幾億嘅價值嚟嘅。嗱，佢就係解釋話，原來20歲樓下咧嘅青年人啊，佢哋做每一樣嘢咧都好有幹勁，因為佢後生啊嘛，好多嘢都冇做過，例如佢未行過路啦，佢未去過旅行啦，佢未拍過拖啦，佢未識過新朋友啦，佢未玩過呢個新玩意啦，佢每做一樣新事物，對佢嚟講都係完全新嘅體會，深深刻入咗佢嘅腦袋，佢嘅體驗感好強啊！實驗有講到體驗感呢個字，佢嘅體驗感非常之豐富，所以佢人生嘅時間咧就非常之有意義，就密密麻麻啦。但係相反咧，老人家就好可悲，因為點解咧？當你30歲、40歲過後，你生活早已千篇一律。你每一樣做過嘅嘢，你人生都做過啦，見過啦。無論你翻工嗰條路，翻嗰份工，翻工放工俾人炒，結婚離婚湊小朋友養家，去旅行，你樣樣嘢都唔感興趣，因為樣嘢你已經做過無數次，你生活早已千篇一律，所以你一啲都唔覺得興奮，你嗰個體驗感好差好差好差好低，所以你嘅人生咧覺得毫無意義，所以時間咧就不斷覺得好冇意義咁樣流走，所以你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，仲要越嚟越快。好啦，咁實驗嘅結論就係話啦，其實時間本身咧，佢冇變快到嘅，亦都冇變慢到嘅。好啦，所以變嘅係人類嘅感官認知。嗱，所以實驗咧好有用喎，佢俾埋個 solution 我哋。佢話人咧其實可以絕對掌控時間嘅快慢嘅。留心啦，學咗佢，好感恩咧，我係學識咗呢個方法嘅。佢話無論你今日係30歲、40歲、50歲、60歲，甚至乎一個80歲以外嘅老人家，你都要保持住一個童真。你每日要定一啲新目標，去識新嘅朋友啦，新嘅興趣啦，探索個世界新嘅事物啦，唔好俾千篇一律嘅生活去磨滅你。無論幾辛苦都好，你揾啲新嘢做，揾啲新目標，令到你人生有翻動力，好似一個小朋友咁。因為小朋友啱啱嚟到呢個地球，佢每見一個人，甚至乎佢每拖一次手，每接一次吻，都係全新嘅體會。所以你每一樣嘢都要新，所以小朋友覺得好有趣。老人家或者成年人覺得好冇趣，生活又係咁，所以生活就好想快啲過，因為冇意義啊嘛。所以青春就不停俾人偷走，不停咁樣流逝。所以今日個解決方法就好簡單啦，定新目標啊。OK， 保持住童真啦，定一啲新嘢俾自己做，識一啲新朋友，去啲新地方，轉份新工 ，OK， 做啲突破。佢有提到嘅，人要不斷冒險，要不斷創新，唔好驚，因為人嘅一世，如果你一唔冒險咧，你就會死水一潭，就係千篇一律㗎啦。得唔得啊 ？OK， 所以我聽完呢個實驗之後咧，我好感恩，因為過去10幾年咧，我都係不斷好怕悶嘅，即係識我人都知道我係好怕悶，所以我不斷去揾啲新嘢做，不斷去識啲新朋友，揾啲新嘅突破俾自己，哪怕係成功失敗都好，我要我人生嘅片段豐富，我要主動去豐盛自己人生，主動去豐富自己每一日生活嘅版圖嘅 picture。所以大家都可以咁樣做㗎 ，OK？ 唔好因為你嘅年齡停止咗去發掘，停止咗去探索 ，OK？ 多啲俾自己試新嘢，得唔得 ？OK？ 希望呢個分享可以俾到個衝擊大家 ，OK？ 喺百忙之中，喺黑板嘅生活之中，你可以揾到一啲insight。
去揾到一啲啟發，令到你嘅人生由今日開始變得不一樣。哪怕你今日已經好多嘢都做過晒，好多嘢已經係塵埃落定，好多人都會咁樣覺得噶嘛。我結咗婚啊，人生過咗大半啊，我都係咁噶啦，我都係咁噶啦。你試下今日咁樣講啊，唔係咁。OK， 縱然你做咗好多嘢，定咗落嚟，你都仲可以去試新嘢噶嘛，係咪？唔好放棄去探索你嘅人生，得唔得啊？嗱，大家加油，將呢個實驗分享俾一啲熱愛生命、正向嘅、想人生豐富嘅朋友啦，得唔得？大家一齊加油試新嘢啊！